嘅日子，食個靚早餐先出發。第一朝嘅早餐係傳統日式早餐，真係有啲多。今次嘅滑雪場係教練推薦，話會少人啲。巴士有兩條線，一條藍色順時針行，一條橙色逆時針行，可以去到湯澤入面唔同地方嘅滑雪場。但係如果想要直接車去石打遠山，你就要去湯澤車站搭，直到多個石打遠山唔同嘅滑雪場。石打遠山有幾個滑雪場嘅入口，所以要問清楚你哋嘅教練係喺邊個入口等。而我哋因為冇睇清楚，所以去錯咗另一個，搞到要轉巴士，浪費咗半個鐘。今晚仲算唔算得長？睇下而家滑雪前嗰個樣。係唔好意思，遲。唔緊要，我哋落堂或者lunch補翻就得㗎。呢個係石打苑山西口嘅滑雪場，唔係好斜，係新手友善嘅地方。啲人話跌得多，個人先會長大。今次深深感受到屢戰屢敗、屢敗屢戰嘅感覺。OK。Hi。你都影緊我。幾好玩啦，係攰啲啫。有姐落緊嚟啦，應該未見到佢。再接再厲。但都係冇試過一次滑落到下面。我以為我哋可以好型咁滑，但實際上只係成個交通警咁指揮交通。條女冇咗。放開個女仔佢，放開個女仔佢。上完堂之後就翻去湯澤玩雪具、食晚飯。有咩特別？犯人色喎，呢個衫係。呢個係美國嗰啲囚犯衫，我呢個咧似係嗰啲日本嗰啲工人褲。唔係啊，佢等你啫。點解要咁樣嘅日前？呢個就係我哋個教練啦，有興趣就去資訊欄或者 scan 呢個 QR code 去了解下啦。還完裝備就喺湯澤食埋個晚餐，再之後就要返酒店休息了。咁就完咗滑雪嘅一日。離開湯澤前，一早起身食個早餐先。但點睇呢個早餐好似可以唔止兩個人食。我哋當日返東京，行咗陣就去成田瞓一晚。冇去過成田，係幾新鮮，不過就冇咩嘢行，同埋夜晚啲人係有啲雜，有啲唔係好友善嘅感覺。成田呢個地方，可能因為係喺機場隔離嘅關係，好多外勞，
服務質素都維持到。第二朝一起身食埋個拉麵之後就返香港咯。返香港啦，明星。成個旅程嚟到尾聲，希望啲資訊大家啱用。